即招咧是上十期，咧为第一期咧开始发动，来到即期要来用第四期，固定加固。上十期咧就是6月初2咧为第一期开始发动，连续咱要来用即4粒球啊，要来做加减，3期帮的用。头一转咧，第一期即个02啊加5加5咧是07，即个07咧爱伫咧下一期，就是02的下一期咧来开出。02下一期咧就是6月初3咧来开即个07。过来换第二期咧，即个07啊，伊同款换来加5，07加5咧12，即个12咧换爱伫咧下4期，下4期咧就是6月初6咧来开即个12。过来换轮到第三期咧，即个11啦，即个11咧同款来加5，11咧加5咧16，即个16咧换爱伫咧下7期，下7期咧就是6月初10咧来开即个16。过来是第四粒即个16咧，同款来加5，即个16来加5咧21，即个21换爱伫咧下10期，下10期咧就是咱今仔日6月13咧爱来开出。伊即招咧是1期帮来杀互3期帮的用，来利用反射，为上10期的第一期咧开始发动固定加5，来到即期第四转咧，即个16，要来加5，要来开即个21来高期的。